用下府城四大月老庙，如大天后宫的烟粉月老、武庙的拐仔月老、行济宫的看喙月老、重庆市的错岗月老等生命的特色。规划办理2025府城美容园四大月老一线牵单身联谊活动，将为单身的男女牵起良缘。黄伟做市长吼，伊来促成这四大宫庙共同来这个办，办起这个活动咧。这个活动是咱开始报名到迄个到8月24，要以迄个安平大元皇冠要来举办迄个这个联谊啦吼。查甫的部分有80个，女性的部分有60个，名额有限。希望讲咱设置于台南市的，是台南市服务这青年朋友啦共同来这个参加。主办单位今年也加码推出府城四大月老123情缘添好温泉案，规划红包礼金3中送的等等好康，鼓励单身男女早日成婚。咱四大月老庙也有共同来推出一个123。来讲，这加码活动来当互咱青年男女会当会当照顾。来讲，伊结婚领证，咱就1万块这个红包甲赠送。伊当伊结婚后然生囝，咱就以这月子钱甲牛奶粉钱，咱2万块来甲助伊囡仔是大汉。等甲这小朋友3岁要上幼稚园，咱就3万块。来个互伊教学方案，助这青年男女加娶、加生，阮庙四大月老庙共同为这个社会这个平台来促成这个代志。2025府城美容园活动8月24日将伫咧台南大湾皇冠酒店举办，有计招募80位男性以及60位女性。报名资格除了必须要设置伫咧台南市，也则是目前伫咧台南市上班，还符合相关年龄限制。报名期间为即马开始开放网络报名到7月31日早止。主办单位欢迎单身男女踊跃报名，找到家己的好姻缘。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。